到热天食冰上透心凉，利用玫瑰花、日本青茶、乌麻这食材做七彩粉粿，无共口味的冰，少年的消费者特别喜欢。好，来黑糖冰选3个配料啊，看一下想加什么。天气炎热，清凉的串冰一喙搁一喙一直甲摔落去，虽感觉这个热气传销。 甲看这个串冰甲人真无共，伊的色彩青巧，简单用看就感觉真好食款。不仅是你视觉上，看起来非常漂亮，然后它吃起来也是每一种口味的那个，都很好吃。过来甲咱一大汤匙乌汤汁，拣家己上喜欢的口味。过来要上场的就是这个彩色粉粿，这个真青巧的七彩粉粿。 甲摆起嚟，安个算大功告成啊！这个 Q 底底粉粿来拄长串冰，来斗打甲麻，不管是玫瑰、柠茶、麻啊、桂花，也是这款椰子的滋味，拢会当来去食到伊厚度的好滋味。比较天然嘛，外面很多好像是那种粉的成分比较重。那你吃起来呢，软又 Q， 那不一般的粉粿呢，就是比较养生。 七彩粉粿唔但通加当做串冰的配料，还佫会当加正做主角。这款招牌的七彩粉粿盘，是甲7种色的粉粿加豆炸所伙，会使讲简单用看的就真过瘾。这个冰冰凉凉的好滋味，嘛会当替吃，也是甲阮店家穿好势的乌糖浆甲土豆粉，安尼甲吃起来是另外一种滋味。主打这个七彩粉粿冰，来正做人气真旺的小店。 这伫咧2年前的张星空，伊原本是伫咧经营牛肉面店。哦，那中午这个忙的时候像打仗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摩擦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甚至我跟我太太吵到，我想要离她远一点，所以我有出去再开别的分店。因此啊，就开了分店也没有生意没有好，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亏损。 面店啊，若是到用餐时间，就敢亲像咧战争共款。伊和因某有当时啊，佫会焖4板斗袂下，有当时嘛是因为这个生意嘛无通好，所以才会家己要来决定讲做新呢。不过拄开始，因某董阿杰嘛是真反对。我通常都是保守的那一种人，所以那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，你就牛肉面店就好好的就好啦，为什么还要要搞那么复杂，然后连我都要聊 Loki 那种感觉。可是就觉得真的还是，毕竟夫妻是一体的。 我觉得就是他有他的梦想，那我就觉得就是当妻子真的就是帮助跟成全。我觉得到后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在这样一个创业的过程里面，就看到他就是花很多的心力在这上面，不管是产品的研发或者是行销。即马翁仔某2人牵手做伙来拍拼，嘛，互这个紧张的关系更较降温。张星空嘛希望以后的人生会当亲像伊做的粉粿同款，遐尼啊青笑，有这款幸福的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